要出国玩，结果证件一直办不下来。注意听，这几点最容易错，赶紧截图收藏。第一，护照正本效期须为6个月以上。第二，年满14岁就必须附上身份证影本。注意，未满18岁者需加附父母任一方或监护人之身份证影本。如有改名或资料更改，及未满14岁未领身份证者，需附上3个月内户籍誊本正本。重点是，记事不可省略，需有完整详细说明。第三，2寸白底彩色大头照1张，要6个月内近照，不可露齿，需露耳及露眉，不可戴有色眼镜，不可声光阴影，还有不可穿白色或浅色上衣哦。第四，这台胞证若已过期，就不必提供。第五，作业时间约8个工作天，不含例假日，一般见8天就好。怕麻烦，怕资料填错，点主页连结，我们帮你一次搞定。